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视台1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发生在土耳其叙利亚各界规模7.8大地震，传出已经超过4000个人死亡，有几啊千栋厝崩起。佛光山的创办人新闻法师找5万集早起，副总统赖清德、甲参议长陈菊、佮地方首长做伙去哀悼致意。台湾市政府议长贿选案继续侦办，今仔早起，议长邱丽丽以150万交保，副议长林志德以120万交保。先开始来看土耳其发生规模7.8大地震，震央是伫叙利亚的东南边，甲土耳其的界界。这两个国家灾情是拢非常的严重，死亡的人数一直在增加。目前传出讲已经有超过4000个人死亡，几啊千栋厝崩起。有一寡防地伫内底的民众一直在喊救命，因为当地非常的冷，有真侪有路无厝的民众需要协助。伫我近震央土耳其南部的卡拉曼马拉斯，搜救人员合力将一名受困伫砖仔厝下中的查甫人救出来，不过也有更较侪民众是掉伫内底等待救援。听到声音，却无法度救，是目前土耳其灾区现场面临的共同困境。伫算当上严重的边境城市安塔基亚，即无简单脱困的家属等袂到搜救，听到亲人喊救的声音，哪听哪想袂哭。土耳其东南部甲叙利亚边境的加济安泰普，初六透早发生规模7.8大地震，9点钟了后，搁来一个7.5的大地震，震央位伫加济安泰普北方96公里的所在。后来搁发生超过200多摆的地震尾，强烈震波变成辐射状，影响4个卫城市。土耳其甲叙利亚拢传出严重的死伤灾害。土耳其2座古城建物毁损，几啊千栋大楼、民家厝拢毁损。有医护人员将车当作是临时的病床，协助治疗受伤的灾民。因为大地震来袭的时阵，多数的人拢伫困眠中，遗体互发现时阵，身上拢也穿困衫、包棉被。也毋过活落来的人面临更较大的困境，规个厝一暝毁了了，亲人敢会当获救？生活是啥物时阵恢复正常，拢是毋知影。有灾民冒险进入砖仔厝下堆中来款物件。灾区天气寒冷，倒去的楼房附近也阁有高高的积雪。几啊万名无家可归的灾民，就近到大卫中心体育馆穿真实避难。伫户外的灾民也围着火堆度过寒冷的暗暝。公视新闻刘淑芬编译。大地震造成非常严重的灾情，各国拢派出救援队去协助抢救，包括美国、罗西亚等国家，欧盟嘛至少有10个国家派出救援队。昨咱台湾头一批救援队已经出发，第2批包括护理师等90个人，本地今仔早起要坐专机出发，也毋过因为航班的问题，改到下晡才起飞。德国国际搜救分会成员甲训练师聚集伫科隆机场，甲家人道别，准备前往土耳其地震灾区协助搜寻幸存者。救援队运用搜救犬甲雷达探测，会当伫砖仔厝下中发挥效用。7 Rettungshunde, die speziell dafür ausgebildet sind, plus unser komplettes Equipment, was wir für die Ortung und die Bergung und die Rettung der Vermissten brauchen. 希腊救援团队是结合医生工程师甲地震专家，坐C-130运输机前往土耳其。俄罗斯甲美国等团队也拢前往救援。欧盟表示，已经动员超过15个城市的搜救队。We have mobilized more than 10 urban search and rescue teams from a number of member states. These are Bulgaria, Croatia, Czechia, France, Greece, the Netherlands, Poland, and Romania to support the first responders on the ground. 伊拉克也派遣民防队，佮向叙利亚派遣2架紧急救援飞行机，载救援物资，予土耳其甲叙利亚民众。تضمن من المواد الصحية والإغاثية والإسعافية. ترسل هذه للشعب السوري نتيجة الزلزال اللي ضرب تركيا وسوريا. 台湾伫初六头一批救援队出发了后，原定初7透早第2批，包括护理师拢总有90人也要出发，不过因为航班也咧协调。
台湾国际搜救队，那有40名的先遣队员，在昨天晚上已经出发，那预计在今天中午会到达土耳其。那经由我们住处的安排，我相信会在第一时间就前往灾区协助救灾。外交部也表示，根据住处掌握，原先有大桥一个火灾的人受困，不过目前已经平安救出来，也无大桥受伤的消息。因为咱国并无伫叙利亚设有住处，目前援助拢是以土耳其为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的华人，透早嘛发生规模5.1个电动，是今年头一个规模超过5个电动，说来又各有2届的电动买。电动中心指出讲，这是本地交界的所在，破碎带引起的电动，而且这个所在本地就直接发生电动，爱民众唔免伤过烦恼。透早4:20，花莲近海发生瑞士规模5.1个地震，宜兰花莲部分地区上大震度是4级，全台湾16个县市拢感受会到。接续4点外到6点外，当地佫发生2届地震，不过规模拢无超过4级。5.1的地震发生之后，然后有2个3点多的地震，规模3点多的地震之后，目前到现在我们没有再观测到一些有感的地震这样子。其实这边本来就是一个地震活动比较频繁的区域。因为土耳其伫台湾时间初6才发生大地震，全球的地震敢是进入活跳期。气象局回应讲，台湾伫去年确实较接有地震，不过地震是无法度预测，目前敢若会当透过速报系统来应变。专家呼吁，台湾伫地震较接发生的所在，政府应该调集专家，拟定北中南东各区的防灾策略，照地震规模甲各地进度来推估灾损甲其他相关的情景。最有办法呢，在初期就去做处理的是建筑或结构物本身的部分。根据这样的一个详定，再去评估我们现行的耐震规范，是不是太多，或者是足够，或者是不足。专家认为讲，地震甲其他的天然灾害同款，都会当利用风险管理来降低伤害。其实中央目前针对大台北地区山脚断层、甲南部的中州古厝拢有防灾评估，不过敢若提供互消防署参考，呼吁应该有程度开放资料甲法规，互防灾资讯会当利用伫个各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佛光山的创办人新魂法师初五圆寂，今仔早起，副总统赖清德加监察院长陈菊，阁有台南、高雄、屏东3个县市长做伙去佛光山致意。星云大师是我们敬仰的一代宗师，在佛光山数十年来推广人间佛法，也教化社会，并且施行公益。不仅仅让求道者能够到达彼岸，也能够让迷途者知返，更是公益的化身，对台湾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赖清德表示，新魂大师过往是咱台湾宗教界甲台湾社会正大的损失，民众嘛拢真唔甘。佛光山会依照新魂法师过身进前交代，以佛教祭光的方式圆寂。13早起9点，伫佛光山的仪式结束，就会送到台南大仙寺火化，灵骨会放伫佛光山的万寿园。再来看3月初4，南投第2选区立委特别补选投票，今仔早起抽号码，计共是有4个候选人。民进党的蔡培慧抽到1号，国民党的林明珍2号，国家公益运动党的罗有军是抽到3号，无党籍的陈聪甘是4号。南投县第2选区立委补选，初1透早抽口啊，哪里个候选人拢亲身出席。国民党的林明珍抽到2号。民进党的蔡培慧抽到1号，2个人对这场选举拢讲有信心会当选。我当然是信心十足啦！现在民进党动用国家的资源，动用全党的资源要来争取这一席补选的立委所以我们国民党也不能掉以轻心过去无法度做的，就好好休困。后手的责任，互阿辉来担，互少年的来担。我绝对要认真拍拼，互南投改变。我绝对要认真拍拼，互南投更较好。拜托大家，互阿辉机会。另外2位候选人，无党籍的前民间乡长陈聪甘抽到4号，国家公益运动党的陆玉军派团队成员抽口仔抽到3号。伊拢希望透过参政推动南投的发展，提供选民拿力两党以外的选择。
所有的候选人若看到本座的问题吼，就揪甲像牛仔囝呢。啊，你甲看这两个已经互因机会啊，中办的办公室这就大甲袂忘哩啊，做县长、做立委这拢大甲袂忘哩。为什么这个问题拢总无爱解决？南投县选委会表示，口仔抽刷了后，2月20到3月初3是竞选活动期间，3月初4会举办投票。记者杨敏峰、王良涛南投报道。再来关心针对台南议长贿选案，台南检调昨半暝搁再传唤台南市议会议长区丽丽、副议长林志典到案说明，因为议会初八特别召开临时会，检方伫这个时间点又搁发动调查，嘛引起外界关心哦。早起讯后，区丽丽是150万交保，林志典120万交保。本属专案小组于2月6日再度传唤邱姓议长及林姓副议长到案厘清案情。经检察官调查后，认为原来交保金额不足以达到防逃的目的，于2月7日凌晨预支各交保150万及120万元。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真的很感恩。今仔透早1点半左右，区丽丽交保了后，看起来是真疲劳哦。伊表示讲尊重司法，就无搁加讲。副议长林志典伫交保了后就离开。根据了解，专案小组今年的1月份进行搜索，查到区丽丽有200万的现金，所以这届就是要来追查现金的来源甲用途。民进党伫下晡会召开中评会来讨论讲，敢会甲这2个人停权？区丽丽未出席，会以书面的方式来说明。再来看时代力量的立委区显志指出讲，国安会秘书处的处长过年要出国，因为国安会核准会当出关的日期阁还未到，也毋过处长是坚持要出境，嘛甲海关发生冲突。后来海关放令，互处长会当提前出国，煞来阁来保证停事。区显志是批评讲，这个处长的态度真歹，嘛违反规定。时代力量的立委初7开记者会咧讲，国安会秘书处的处长伫个过年时阵出国去佚佗，却因为伫个核准日期的进程出关，和警官人员产生冲突，上尾也经过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的大队长来协调，提早来登记，并且伫个事后完成补丁。今天如果不是一个高官的话，你会这样为他来开后门吗？国安会跟移民署面对这个涉案人员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应该要立即启动内部行政调查。国安会事务官算是受出入境的管制人员，这个人应该伫个申请日期1月22日出境，不过航班起飞时间是22日的翻正12点15分，所以伫个21日的暗时10点外来进行出关的检验。不过因为还阁未到这个核准出境的时间22日，所以和工作人员来发生争执。立委批评讲，申请的时程本来就应该爱甲这个检验的时间甲考虑伫个内底。如果你搭的是当天凌晨几点的飞机的情况之下，你可能要考虑出入境的申请出入境的请假应该要往前提或往后延。知法犯法，大耍光威，偷跑出国，尽管的破口。总统府回应讲，就算讲这个人员这边的行程出入境有照申请的起程的时间来办理，不过因为沟通无好，产生误会，国安会会照这个规定来做处理甲检讨，卖甲相关单位还阁有人员来甲表示会失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科院今仔早起伫滨江九坪基地试射飞弹，外界认为应该是个试向新飞弹，还是分封飞弹？为着加紧咱国产飞弹的量产，中科院16条的闪线的产能全开哦。预计今年到明年一档会当生产1000粒的飞弹。另外，中科院要辅助国内无人机的产业，委托民间的厂商制作5种军用的无人机，计共是需要3000台。按说明年会开始大量生产。来了，真的看到了啦！跑上去了，哇！飞弹升空，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就消失伫咧云内底。中科院早起伫咧屏东九坪基地进行飞弹战术测评，传出试射的是会当做源头打击的雄性飞弹，或者是真神秘的分封飞弹。有民众早起就伫咧附近的等。比电影里面的快很多，因为电影会用慢动作放，这就一瞬间呢。中国军方一直有威胁，国防部初时发布侦测到5架中国军机，甲4架中国军舰扰乱台湾，国军爱赶紧提升战略，准备各种的国产飞弹。中科院16条生产线产能召开，
去年飞弹的产量有达800粒，按算今年甲明年会当达到产量的高峰，达成年产量1000粒的目标。对细节的，包含它涉及的弹种、它的目的等等，这些同样是因为它牵涉到一些军事机密的这个部分，那么在记者会里面就不会做详细的说明。无人机伫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是真有帮战。总统蔡英文宣布成立无人机国家队，中科院做整合，透过技术转移，牵升国内无人机的产业，甲互民间厂商打造5款军用规格无人机。原型机按算伫7月底会出来。不过，瑞虎科技起用讲，去年国庆宴会的时阵，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引起争议。外界烦恼讲，原型机研发涉及中国的产业链。有一个会引起大家误解的，就是他们使用的是一些开源软体。所以开源软体它可能是国际通用的一种开发的一个模组，开放的这些界面可以让这些业者来使用，这个可以降低它的成本。所以我想说，可能是不是大家对这个方面有点误解？那我们实地去看过，是没有发现使用录制元件。国军需要的军用规格无人机有3000只，民间敢有法度如期交货呢？中科院表示，原型机研发若是顺利，明年就会正式量产。记者综合报道。诈骗实在是真抢手，协165反诈骗专线，嘛互诈骗集团用来骗人。过来有社福团体收到公司165反诈骗专线寄来批，讲点入去就当来提供防毒软体。社福团体是真敏感哦，随着报案，警方嘛发现讲，这应该是想要偷摕个资。最近新竹市政府嘛收到有人发邮件，讲点入去就有电影票通领，其实这拢是诈骗哦，都爱特别说理。模仿社福团体主嫌正狼狽去互装起来，亲像有当事情基金会之外，进前互不少人士偷摕捐款人的个资来甲人骗。即摆还佫有犯罪集团，甲这个脑筋甲肖像对警政机关去。姓惊家己讲是165反诈骗专线，联系这个资讯完全拢有符合，还佫有附这个防毒软体的连结，只是讲身为警政机关煞来寄财产署安全性的政策，安尼有公益团体收到了后，感觉真无对同。这封 email 是寄到我们基金会的公务信箱，告知说我们的网站好像有疑似资安泄露的问题，然后建议我们要下载他们的防毒软体，因为上面的资讯就是前后有点不太一致，所以就觉得不是对的信箱啦。警方接到通报了后，随来展开调查，初步来研判这个 IP 是对境外来的，目的是要来偷摕个资，想要利用骇客钓鱼的手法。这个连接便若是讲甲点开，就有可能去互摄入去木马程式。有不明人士冒用165专线名义，夹带165官网图片，寄发邮件要求下载防毒软体，注意这是诈骗。若有警政单位、新竹市府共款是去互人冒名来寄邮件，讲若是甲下载连结，就会当免费来摕到电影票。高虹安伊嘛捌亲身上火线来回应。那经过我们市府的确认呢，确实是一个恶意的邮件。那目前我们也通报新竹市警察局，并且追查寄件者来源的 IP 位置。就连健保署嘛有接到投保单位的反映，收到这个假名的恶意邮件，这个诈骗的手段实在是一直骗甲真厉害，公部门的名义来争做犯罪的工具，真正是爱特别细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经济部要帮助产业和中小企业转型，讲要争取250亿特别预算，透过利息补贴等方式来协助。国民党团今仔是开记者会，指出讲中小企业面对所谓转型，以前各有证明摊牌才会考验，所以呼吁政府应该爱提出相关的政策来协助。另外，台湾的美国商会早期发表2023年商业景气的调查报告，有将近8成的会员对台湾的经济景气是真乐观。国民党团今仔日早起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应该爱随提出具体方案，协助疫情了后面临考验的中小企业做所谓或者是设备的转型。我们这里提出一个很具体、很聚焦的，对于小规模的营业人，111年度的营业税免征。政府不是给预算，中小企业就救得起来。这需要一连串政策以及所有产业人才整个的协助。
除了欠工的问题，净零排放嘛是中小企业转型的时阵一个真大的考验。虽然经济部为着照顾中小企业，近日提出推动产业甲中小企业升级转型的计划，会争取新台币250亿特别预算，透过利息补贴等等的方式来协助。不过，中小企业认为讲，若真正要挽救中小企业，袂当干那靠经济部雇一个部会来协助，但无实际效果恐惊是无大。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群体，而不只是经济部了？你说经济部也好，劳动部也好，内政部也好，有很多部门应该都可以来针对中小企业的部分来做一些思考啊。就算中小企业面临转型的问题，不过根据台湾美国商会发布的2023年商业景气调查报告，有要8成的会员对未来3年的经济是抱乐观的态度，也有9成的会员按算预期或者是扩大投资，会由政府加速绑定法规，效用国际规范，咱的经济才会愈来愈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各国的边境拢开放了，咱国内的商务航空最近嘛提供91个工作机会，包括空服人员、机场的工作人员等等，薪水是37000块起跳。目前咱国内的餐厅、旅行业大部分是个拢真欠人。交通部观光局表示讲，会尽量来引进高科技、自动化的服务，协助解决卡手无够的问题。看公司的官方网站，甲人力银行引人的网页，商务航空开出要100个亏来抢人才，起薪大部分是37000起跳。根据人力银行的观察，技师甲空服人员的亏，这波名单内底增加的数量有限。不过，地勤人员甲机械维修的人员是大幅度增加，有的甚至无飞轮机维修相关的经验嘛无要紧。在地勤人员跟机械维修上面的数量是大幅的增加，所以他们而且在本身的工作上面来讲，目前大部分的公司都会透过自己的教育训练中心去培育人才，所以科系的限制呢就变得比较小。兔仔年开工，除了航空业大动作要引人，旅宿业经济复苏，嘛要是大欠工。有业者建议政府引进移工来补卡手，不过学者认为讲，旅宿业有大小月，若是拄着小月的时阵，这移工是要安怎？而且嘛压缩着少年人甲二度就业、妇女等等的族群因工作的空间，应该要对症下药才对。业者本身要改变你的那个产业的形象，第二个要提高你的待遇，把你的人力需求做分散以后，那这样你的人力需求的那个压力就会降低。业者这边他可能这个人力需求比较高，那可能我们会透过这些科技的这个辅助来降低他的这个人力的需求。那例如自助报到柜台，然后这些无接触的服务。交通部观光局表示，未来除了会引进高科技来协助业者，好人力会当更较有春秋来运用。接落来，卖甲业者做伙去校园甲旅游展览内底，针对非观光科系学生多元求才。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寒流一波又过一波哦。农委会统计，因为1月底寒流的影响，到2月初6为止，全国农业损失的金额已经超过1亿了。其中农产的损失有9000多万，以内亚损失上济，大约就损失6000多万；鱼仔的损失大约是651万，是以沙白鱼和海鱺仔为主。寒流一阵接一阵，云林沿海有真侪饲粉药养殖池，等到要收成才发现出问题。大西有养殖户表示，自1月底寒流小连续到台湾，气温拢无到10度，造成粉药池内底饲的沙白鱼嘛拢冰到寒死。有死啊！就伊个算伤寒吼，伤冷了吼，因为你全面化规片的无可能，但即区较烧，迄区较冷无可能，一定全面拢冷啊！所以讲加减拢有死啊。当地养殖户表示，即马若准无请人来清青池，就会造成粉药死亡。但要收成才出现问题，情形就会愈来愈多。另外，受到寒流影响，台中市的高接内无到1成有开花，全台中市的平均栽损程度是35%以上，导致它整个缩掉以后，但是它只是没有死掉，缩起就对了。哦，伊的水分该从它倒退回去，所以它就没有，它还是没死掉，它是活，但是有没有用？没有用。哦，还是要重来，还是要剪掉哈。对。主要的一个受损的作物呢是高阶梨穗哈，那它的整个被害面积大概是977公顷，那损失的程度大概是30%，那整个换算的一个无收获的一个面积大概是294公顷，也就是说高阶梨穗的整个损失的金额大概来到了6412万元。
农委会表示，自1月底全台湾受到寒流影响，经过农委会统计，到2月初6为止，全国农业损失已经有1亿044万，其中农产的损失有9394万，高接来占上济有6412万。若鱼产的损失是651万，主要是混育地区的沙漠鱼甲海狸仔为主。记者王伟雄、云林台中报道。台当过年后就是奶子炒菜牛仔生卵的季节，5月份这个卵就会变做是糖，会对食物造成真大的伤害。若是有人去目到，皮肤嘛过敏着伤。最近花莲林兴岛的台湾可能菇嘛已经有奶子炒菜牛仔咯。花莲县政府是呼吁民众爱开始防治咯。这是花莲吉安乡的中原路，这几年来有发现真侪荔枝炒青菇啊，数量侪甲讲人啊行过就会落伫个身躯顶悬。伊毋若臭的，还佫会全臭伤。若是去目着皮肤会过敏，较严重的就爱送医。嘎掉吼，敢若会烧啊，明显看不出来，那个树给它记下来，多多少少还有5、6只、10几只啊。它那个虫开花的时候密密麻麻，数量太多了，它不一点点，它会撒那个尿，眼睛弄到很严重。即马是荔枝炒青菇啊，当咧生卵的时阵，花莲县政府呼吁讲，都要紧来防治，特别是徛街附近，若是有可能菇、灵境，也是讲荔枝的民众，都要特别注意讲，这个叶啊顶悬是毋是有虫卵、遮转药啊。也选择用一些的免灯之材来使用。那我们也呼吁民众就是荔枝春象这部分，如果被虫体喷洒到它的一些的体液汁液的话，那我们也建议民众要赶快的来做一些的就医。县府强调讲，防治荔枝炒青菇啊，都要把握时间。假使若是有需要使用化学药剂，都要先甲这个县环保局来甲问，才用药啊来甲转。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寒流影响，鸡卵的产量减少。有农民表示讲，因本地已经收到通知，讲产地介绍1斤会当起3块，也毋过后来又搁取消哦。因怀疑讲是农委会要求讲袂当起价，也毋过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表示讲，农委会并无干预，是尊重市场的机制。旧年过年后想要来买鸡卵，毋过货架顶头煞看袂到半盒，全部互人买了了。国内鸡卵敢讲无够买。有农民表示，原底收到通知，讲两价要为一台斤40块半，起到43块半。不过后来阁收到更正的消息，指出因为某种因素，价钱会维持未变。农民认为是和农委会压落来。是不是鸡农现在反弹很大啊？对啊，产量减少啊，因为受寒流影响啊，一些鸡都受不了那个寒流的冲击啊，所以产量应该会减少。透早参加活动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表示，目前鸡卵大间的生产量会当达到11万6千箱，比去年同一期加1万箱，无可能像外界讲的欠450万粒卵。介绍是由农民甲业者家己协调，农委会尊重市场机制。涨的幅度多少，或是怎么执行，是在这一个蛋价的委员会里面去讨论。那我们会尊重这个委员会的讨论的结果。鸡卵是毋是会像外界风声要起3块？但吉中无正面回应，敢若表示阁要经过开会讨论。另外也传讲，若无起价，农民就要上北抗议。但吉中强调会当南下甲农民沟通，下晡时啊，业者甲农民代表会来到农委会讨论。农委会嘛讲会确保鸡卵供货稳定。记者林静梅、王兴中台北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土耳其的南部瓦近叙利亚的边境，曾发生规模7.8地震，而且是真璀璨的大地震哦。那土耳其的灾情严重，伫叙利亚已经造成1400外人死亡。因为叙利亚国内经过12冬的内战，最近天气阁真冷，地震毁掉真侪基础的设施，所以联合国预估有几啊100万人需要外界的帮助。救援人员用手伫个暗摩土角堆内底咧挖，希望会当来找到还阁活着的人。土耳其南部瓦近叙利亚的界界，初六发生大地震。叙利亚的灾情真严重，北部阿勒颇省经过12年的内战，厝袂堪得遮大的地震来算断，含附近有几号省拢有真侪厝倒去，造成严重的伤亡。ضيوع البيت ضيوع هذا يعني نفذنا بعجوبة جد 头戴白色头盔的救援人员
对按摩托角堆内底，甲一个查甫囡仔甲救出来。这个查甫囡仔救出来了后，看到面仔要是青顺顺，赶紧甲送去病院治疗。这批救援队是叙利亚公民组织的成员，以白色头盔来做标记，身上有反黄色的甲，顶悬嘛是有白色头盔的标识。联合国估计讲，当地有数百万人需要外界来救援，因为天气冷死死，救援的工作就敢若亲像咧含时间扭大扫共款。The infrastructure is damaged. Roads that we used to use for humanitarian work are damaged. We have to be creative in how to get to the people and how to get to them the assistance. But we are working hard. It's been raining. It's been snowing. There have been heavy rains, heavy winds, and the temperatures are below zero. So we need to find people as soon as possible. 不二个较早含叙利亚敌对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伊宣布讲，伫咧收到叙利亚提出的地动救援请求了后，已经有指示讲要来救援。כך אנחנו נוהגים ברחבי העולם, כך אנחנו נוהגים גם בקרבתנו, וכיוון שנתקבלה גם בקשה לעשות זאת לנפגעים רבים מהרעש בסוריה, הנחיתי לעשות זאת גם כן. 以色列和叙利亚数十年来一直拢是伫咧战争的状况。纳坦雅胡并无讲伊要救援的内容。以色列是估计要甲叙利亚提供布棚、药品、毛毯，还佫有食的物件，嘛同意来收留伤患，并且派出2队救援队到当地来救援。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再来看英国的护理师，佮有救护人员伫昨大罢工哦，要求讲要加薪水，互因当来应付通货膨胀的生活压力。这2种医护专业人员是头一摆伫同一天来进行罢工。英国的首相苏纳克是呼吁讲，加薪必须伫合理的范围。Fair pay. When do we want it? Now. 英国的护理师加救护车急救人员虽然最近上街头罢工，这是2个医护专业人员第一遍伫同一天罢工。护理人员讲，过去10年薪水的起步根本就立不着通膨欠管的速度，所以真侪护理师辞职，敢若去年就25000人离职，骹手无够，工作量变做恶性循环。We need to retain nurses. We need to recruit. We need to retain and. We cannot survive in what we're being paid. So I completely understand why people don't want to come into nursing in the first place. It's very hard, long shifts. 英国上大的护理师工会组织皇家护理学院讲，政府若是提出更加好的加薪水的建议，就会取消罢工。威尔斯的护理师加急救人员，伫咧得到调薪了，先暂停罢工的计划。2天的罢工有1/3的国民健保水平受影响。政府讲，罢工期间民众有需要，会使去急诊或者是地方诊所。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England, Scotland or Wales that nurses have gone on strike in sort of 108-year history of the RCN. I'm hoping the government will just come up with sitting down and talking to our leaders about pay. It's not a great deal to ask, is it? 英国伫咧最近有几多遍罢工，顶礼拜有要加50万的公交甲运输系统工作人员发动罢工。皇家护理学院顶礼拜六向配合首相苏纳克，要求伊提出有意义的加薪的建议。苏纳克是讲，加薪水就要伫咧合理的范围，若无法度压制通膨。英格兰银行总裁也警告讲，靠加薪水对抗通膨，情形会更加害。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台北内湖塞车问题一直拢无法度解决。台北市政府成立专案小组要来想办法。台北坐稳按算讲要甲较冷门的时段，车票拍4折优惠，鼓励大家使用大众运输。也毋过，台北市交通局是表示讲，目前是拢搁在讨论。上班通勤的人，内湖交通是真窒。台北市长蒋万安成立专案小组，副市长李树川顶个月头一摆邀请相关单位讨论初步方案。台北捷运将延期早暗缴票分流，传出会当提供票价4折的优惠，吸引民众改坐捷运通勤。应该还蛮大，因为应该光4折就会有蛮多人愿意，就是做分流。应该1个月。可能原本1000多块吧，如果打4折的话，就可能就400-500块，这样子很方便啦。
它又有优惠，然后又不会遇到塞车，应该是可行啦。因为不然这样子大家都永远每次都塞在那边。通天做的好消息，民众也乐观其成。以一个例来讲，以往回中校敦化站甲港墘站试算，即卖票价是一抓30块。以上班日22天来掠算，每个月1320块。若用4折优惠，只要528块，省792块，一年会当省8万块。八节指出，今次推出早暗缴票相关规划，会伫交通局讨论了后，伫专案小组会议讨论。我们的确有提出一个草案的构想，就是利用捷运的监离峰，是不是有做一些差别的一些费率以及时间。我们目前还没有很确切的一个方案。书院内湖科学园区特车，北市散发局也会拜访各企业推广弹性上下班分流，也会当采用跳甲巴公车，由企业统计人数指定公车路线，再上员工上下班，也会当减少使用私人的园区。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的大园有家长指控幼儿园虐待囡仔，造成囡仔手骨脱轮。教育局调查后认定讲，这个老师确实有问题，罚这间幼儿园3万块。这个老师麻烦提报无实定的名单，交审议委员会讨论。桃园大园区一间幼儿园，互家长指控管教不当，造成小班3岁查某囝倒手的关节脱臼。为禁止游的人会当看到原本坐着幼童，技术后下河拍头了后，佫将人为座位救起来伫半空中。我们从影片看，老师是跟他拉起来，但是在教育局去那边查访的时候，他跟教育局的说辞是避重就轻。他说他是牵他的手去喝水，用牵的会牵到手脱臼。除了抱歉，还是抱歉。我们在这边愿意虚心的接受所有各界的指教，只希望就是孩子好起来，赶快回归快乐的校园童年生活。议员提出相片表示，这名幼童去年10月就发现规只手拢乌青，今年2月初2佫发现倒手的关节脱臼。伊强调，囡仔到幼儿园是受教育，毋是受虐待，要求改善。幼儿园除了会室内也表示，这名校护已经停职，会妥善处理后续的代志。教育局也介入调查。教育局后续将依《幼儿教育及照顾法》第46条规定予以裁处，那裁处到法定额度最高额3万块元整。那后续会将该名人员提报不胜任审议委员会办理。教育局调查了后，认定幼稚人员协助啉水有救幼稚的手骨，佮有技术不当管教幼稚的情形，会提报为无失任人员，送到审议委员会。审议认定1到4年也是终身袂当伫幼稚园服务，也会通报社会局依照绩效法规定，看实际状况才发新台票6万以上、60万以下罚款，佮公布行为人的名。记者综合报道。人的目睭有真复杂、真幼弱的神经哦，若受着伤，就会影响着视力。台湾大学甲台病院合作，经过7档的研究，利用这种电棒线来做人工角膜。伫动物实验嘛，已经证实讲，这款角膜有神经再生的效果。白色色胆像一张纸，这是台湾大学甲台病院合作研发的电棒洗材质，要用来制作人工的角膜。这款材质已经透过动物试验证明，会使促进修复视神经。神经跟神经断掉了，那你要把它接起来啊，那它没有办法好好的长，那我们就把我们这个材质放在这个中间，那它就可以让它很好的长起来。台团队表示，目睭的神经去伤到是侪患者视力受损的主要原因。目前视觉神经修复的药物真贵，成效阁有限。团队研发这种材质，会使释放促进神经成长的物质，也让神经沿一定的方向成长。一条一条有方向性的一个材质，所以神经就可以沿着这个有方向性的支架生长，它还可以慢慢释放一些神经修复相关的物质。这个将来是做成一个医材，做成人工角膜或者是人工视神经的修复的支架，它都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一个材料。目前这种材质敢若证明会使促进神经成长，也无法度证明会当恢复偌济视力。团队表示，这种材质也会使使用修复别的部位的神经，期待进入临床的阶段，会当有进一步的发展。记者郭长水台北报道。伫青少年的时期，心理甲身体拢会有真大的变化。
医师表示讲，若是青少年有出现情绪的问题，亲像讲无爱上课，做一寡奇奇怪怪的行为，会当先带因去互医生评估看卖的。囡仔长成的过程当中，生理甲心理拢会出现变化。若发现出来的囡仔定定话无爱上课，袂甲朋友相处，千万唔通怪罪。就拒绝他，不要我送他，也不要上学了，他就在家里就一直睡觉。到晚上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就去从前山绕到后山，有的时候就坐在公车的站牌。台北荣总精神科表示，全台湾的青少年当中有30%捌伫第一摆出现自杀想法的时阵，主动找医生治疗。不过最后，敢若一成有食药控制，主要是因为精神问题的判断真需要时间观察。甲囡仔互动上济的家长、老师甲家庭医师是关键角色。生物、心理跟社会这3个角度的层面来解释精神医学，所有精神医学疾病的成因。核心原因还是大脑功能的不稳定。对，那大脑功能不稳定这件事情也不一定是一天造成的，它可能跟很长期的累积有关系。医师建议，厝内咧读高中至大学的囡仔，若逃学，见摆上课就发巴肚痛、头痛，甚至出现暴力的行为，家长爱量早带去看医生，才袂延误治疗。记者麦上陈顺由台北报道。网络时代，家长嘛爱特别注意囡仔使用网络手机的情况。有一个网络的调查是指出讲，平均一天会发生5件以上性剥削的检举案件，亲像是伫网络传私密的影像说谎公开，甚至摕去卖。李小的性私密影像风流传，也是网络告知外泄，这寡情况伫数位时代中的发生频率，甲管道渐渐增加。学妹要去这样子把自己的裸照传给别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那为什么你还要这样传，或是你还要这样跟别人分享，往外传，或者大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的时候，就是一种可能危险的。这之前的一个蛮大一个趋势，就是有一个应用程式叫冰棒，以这个来证明友情的感觉，就是我们要装，然后要看大家在哪里，就是它其实是个很没有隐私的，有点像是在美化跟踪骚扰这件事情的工具。根据卫报5数字统计，2022年接到网络不当也是违法内容检举，其中26%涉及儿少性剥削内容，数量比去年也更较侪，平均一天5件检举。出现特定论坛也是网站注册大量网址，也是共一个被害者的影像散布伫真侪平台的现象，也阁有人假做是治校来引诱治校参与色疗，也是交换影像。也毋过，各位Weibo885的统计来看，有53%资讯数位性暴力的议题。也毋过，资讯者却只有少数愿意报警。我们可以协助来移除影像，那或者是。其实现在我们也可以运用科技的技术影像比对的技术来做一些预防性的移除，不管是目前的状况，或者是1月份的时候，我们国内刚通过这个刑法的修正草案。电视协会提醒，使用网络爱自我保护，若果性私密影像外流，会当向警方等单位求助。那散播影像者也有处罚机制，期待会当用更较多种的方式，创造更较安全的网络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苏黎世新大学性别平等研究所之前按算要停招，引起外界的关心。后来教育部是表示讲会提供补助，互因继续办。也毋过学校的反性别所停招小组，各民间团体是认为，虽然目前暂时未停招，也毋过呼吁教育部后续就爱继续来监督学校补助款的使用。捍卫高教公共性，落实性别主流化。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去年捌传出要停招，后来教育部决议补助国内计供3间性别平等的研究所，继续推动性别平等的国家政策，总算继续办学。不过有学生认为，这种补助就要有延续性。其实我们还是会有点担心，说会不会对于世新的补助只是一个昙花一现，不是说只是因为这次遇到这样的状况就给了这样的资源，而是应该要是长期稳定的补助这样的一个性别人才的内容。大家都可以知道，性别人才的培育不是一触可及，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得了。妇女新知等等公民团体嘛批评，当时学校是讲无趁钱才要停招，根本无重视高等学校推动性别主流的公共责任。因建议教育部唔那干那补助，说落去就要监督学校安怎使用补助款。
教育部既然要提出补助，他应该要派入公益董事进入世新大学，监督学校的校务发展。他甚至应该要求世新大学要容许教职员生选任自己的董事，进入董事会监督校务发展。教育部高教师回应，进前有找学校来参详，会将有补助教学研究的支出。学校嘛认同应续发展，民间团体进一步表示，教育部应该补助国内其他同款有重要知识的系所，避免有学校被关系的代志发生。记者台北立台北仓报道。来看屏东的慢慢有一个五沟水客家部落，才有200栋历史的建筑，是咱全台湾头一个，互政府指定保存的客家文化资产哦。最近嘛已经完成整修，有提出整体规划，嘛望讲有少年辈当回乡来创业。在五沟水或者说客家庄也有了，不是说没有。对导览员的介绍，行入屏东县慢慢乡，已经有200栋历史的五沟水客家聚落，这是全台湾头一个获政府指定保存的聚落文化资产。伙房扮演着我们生活、信仰及文化的一个中心。现在借由文化部跟我们客委会，用以旧复旧的方式，我们把它这个修整好，借由艺术家的进驻以及我们各项活动的举办，让它活化。客语讲的伙房，就是大家族做伙大厝。透过文化部甲客委会协助整修，一间一间拢保存客家文化，融合日本时代西洋建筑风格，成做在地观光景点。把我们6堆很多产品呈现在我们的伙房里面，那希望未来把整个6堆的一些特产跟轻旅行做完整的整合在一起。即马地方嘛希望将这款老建筑结合特产甲特色活动等等，来规划旅游行程并观光，让愈侪人会当去了解客家文化，嘛吸引愈侪少年辈回乡创业，带动地方的多元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屏东的来义乡公所，找学生囡仔，佮有青年的志工，用超过2冬的时间，完成630公尺的壁画，记录排湾族的文化，咱嘛做伙来欣赏。规大北壮观的河畔壁画，甲规画面占甲满满，佮城内真侪人停落来翕相观赏。连在地人就讲，故乡有影是变水啊！伫屏东来义的古老河畔壁画，630米长的彩绘图样，画出澎湃的台湾文化。甲规河畔是砖塔甲水当当。这边原本就是很单调，都是水泥色，就是没有那个新鲜感。对，然后上色之后，这里变得很丰富、很精彩。它每一幅都有我们在地的不管是人文、文化地方的特色所串联的一个故事墙。那我们是希望说未来能够带动我们地方的一个观光。这个美丽台湾文化故事壁，远远看过去，伫大武山天色山景的搭配之下，展现出无同的感觉。那是居民拢咧学乐，近期嘛愈来愈侪游客专工要来翕网美相，替部落宣传这个美丽河畔。感觉很漂亮啊，就是因为之前都是水泥面嘛，所以就很，因为我们看过去就是南大武山，然后有时候天空很蓝的时候就没有说跟天空很对称。那现在因为彩绘之后，颜色很鲜艳嘛，所以刚才看过去很漂亮。替原本朴实的红蒙图来伪装，这个河畔壁画是在地族人甲全台湾各路的志工做伙来完成的。因望讲用实际行动表达出对土地的爱，嘛期待互大众更加熟悉屏东的来义，带动地方的观光。记者怎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新竹市的建功高中哦，有学生用热河的台语小说《一只青仔》改编剧本，翕一出台语的微电影。导演佮演员所有团队拢是高中生哦。因讲这出电影完成了后，因大家人台语拢有正大的进步，那么做伙来欣赏。阿弟啊，过生了后，钱拢开了了。隔壁阿清嫂讲我一个查某人，无法度车养伊一个囡仔大，就小解后一个我。毋过，伊只甲你看做是机器，甚至甲我输、甲我拍、甲我骂。学生演出台湾文学小说《一罐青仔》的剧情，毋但全部拢用台语演出，而且动作表情袂输专业演员。
课程中若是碰到袂晓讲的台语词，连咪透过手机查安怎念才是正确的。特别用台语，就会感觉讲较趣味，因为是平常时大部分的人较无去接触的语言，所以伫咧规划即个剧本的时阵，就是大家会去看讲，倒位爱做转变，啥物字爱用啥物发音，这是大家会去特别注重的所在。在用词，然后腔调，然后还有发音那些都要特别留意。就是你可能要一边演戏，然后你一边还要就是确认自己有没有讲对，就会比较需要练习。其实演员内底有完全袂晓讲台语的学生，不过透过即摆演出，对台语更加有兴趣。自己本身就不太会讲台语，所以我也但是为了演这支剧，我也很乐意去学习，然后各种讲的方法，或是一些念的 paper 之类的。啊，闽南语朗读、闽南语演说，然后还有他们班甚至好几位，这个班甚至好几位自主学习，都是做闽南语学习。那我会感觉到，像我自己也是小时候跟阿公阿嬷生活，也会讲闽南语，可是长大以后，因为在台北生活，真的很少用到。看到下一代这么有心想要去学闽南语，我觉得很感动。老师参学生经过几啊摆的讨论，真无简单，把作品完成。过程中也发生真侪趣味的代志。学生拢讲，透过即摆演出，家己的台语确实有袂少的进步。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华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